我迄边人，大家都很爱种干丝。平常我就伫美方做事，下个时节就老师太人大最久。不过你下我们要小鸡强苗，然后变做你下时行嘅网红，现在奥多拜去公路旅行，大家挺爱跳下来去了哦。客家海客，客家海客，客家海客。嘿，好，转动爱七家的素菜，观音，还无迄神秘国小，爱七家母校，假使大家无相信爱迄神秘人吼，免书当要搜寻一下神秘总统，所以看到爱，今日帮爱做爱七家导游，哦，老太家小姐讲，因为神秘嘛个好食咧好教的，像爱朋友抢下来，哦，来老太家小姐一下，哦，跳你下。先老太家小姐嘅神秘人吃的粥水煎包。阿姨，真奶，再来一杯。哎，好久不见，要冰还温的？一点点冰，啊，我坐里面啊。走，按坐。哎，阿叔讲，按坐。诶，水煎包，香香，来这个加姜哈。2碗辣椒。哦，按用椒，来搓底杯哈。哦。还看了好爽诶，伊都是就含迄色香香的水煎包、珍珠奶茶，看来个新波 style 还蛮推流行。一间店诶，头摆做金致金香嗰种，算杂货店啦。啊，包梅转红果做俩水煎包，生意同好，他叫通过上。很怀念，看虽然那种被迟到一定要压线才过学校那种感觉，就跟我一样。啊！你啊，水煎包有玻璃出的，咩有韭出的，你爱油肉的、包肉的，料丰味美，但是爱用同款量同好。哦，我上班呢。那个北港啊，迄印尼总头的北港，水梅北港，他讲点解观音金城武的称号从哪里来的吗？那条台书啊，那就是金城武术了哈。东东有没有来那片翕相？看到东东天样啊，还讲扑片，会去那片。因为俩会不会全部电梯要用东饭？太搞可能点解迄庙方的总干事，但是其实爱很容易给省分，系咩迄北港下在地方发展协会的总干事。根本采用来两位朋友哈，我就俩拍一个宣传片。哎，如姐，电动救的呢？你按照那种啊？你是报章来的嘛？你本来就又好时间了，你这个还蛮多。好，嘿嘿，是的，我慢慢烫。呀，那你就先摆，还忙摆哈。好。好嘞哈。嘿。哦。来，哎，先老太家小姐哈，婉婷、如姐。婉婷，我老太家小姐哈，你啊，会做事。嘿。哈嘎客家的方口诗，它讲的就是一个天圆地方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它就是一个圆圆的额头跟方方的嘴巴。那方口诗它以前属于武馆诗，就是是农庄时期他们就是的农闲娱乐。哦，拄好，今日啊，摄影团队全部去俩吼，像上条的经费啊，你遐费冇买钱啦哈，就孙沙松哥老你去他嘛，俺会分工，你做10条，你做10枚。
啊，你要台面不爱，啊，要实哎，全部不会一直挑逗他就对了，所以我会打他，对，因为他一直踢我屁股，蹲马步，对，好，很好啊，手不用紧，对，然后一只手拉着尾巴，尾巴是这个木头这边，然后手不要伸出来，拉里面那根木头，因为现在这样很像骆驼，对，就所以婉婷你要再下去，好，对，哦，爱用一个周对吧？哦，松哥，麻烦你哦，爱用你。好吗？婉婷是不是不行了？我可以。推我，打你头。推你是不是？可以再装可爱吧？你会不会走？走那个七星步。七星步，1、2、3、4、5，对，然后要蹲马步，蹲马步。对。哎，你你是不是很累？对，蛮好笑的啊。然后他要有一种上下的那种感觉，然后要有气势啊。我没学过啊。好，我换我试试看。好，你试。对，东叫磨练呢。对，一开始呢，你看沿条要有呛死，就耸起，有没有？七星步，有没有？2、3、4、5，来。打咚，1、2、3，哆，差点跌倒，好累啊！不行了，画面可以吗？画面可以吧？感觉有点乱，完全不知道。对，这跳一次就差不多5分钟而已，但就超累。今天泡的是肯尼亚的豆子，非洲的豆子它的等级都是用 A、B、C 去取代，这个是3A 的豆子 ，A 如果越多的话，表示它的级数越高，香气还有喉韵都会比较好。这是黑咖啡，你们喝会很苦吗？不会啊，不会啊，蛮顺的。黑咖啡就是它在萃取的时间比较完全。它有1分钟，它的蛋白质啊都可以萃取出来，比较顺口啊，比较香。就讲你用来的妹嘛3个儿子，3个儿子，对，没有女儿，没有，看哪一个你选一下。有2个孙女，还是有欠干儿子，我刚好欠2张桌子啊。好，然后我看你要变总统的董后，你去给他做哈。对，自己随意做了。本来这是一间车库了，就纺织退休了以后。就慢慢玩，那都是回收木。那一定要做那个董事长。对，我就喜欢这个，依照这个古法，它都是用榫接。我看你这很漂亮，可以拍照哈，拍完美照那种。可以啊，拍照，完美。选个景，大家选个景，帮你们拍照，快来看一下，帅哦！来1、2、3。我要看镜头怎么看？不要，你不要看镜头，你看那只鸭子好了。1、2、3，完美，你知道吗？完美。哎呦，有1、2、3，还有我。上辈子重操旧业，9天新杯。很适合你。好帅，帅。这样呢？不错。不错，很有气质，还不错吧？我自己的。啊，因为等下你会去会顺了啊，早教，节目那边特色会先的特色的会议，谢谢干爸。好，谢谢。我们下次再来给你招待。好，谢谢，没问题。
看到吗？这样就会藻礁。前年呢会臭沙，藻礁的客家话叫会臭沙。哦，阿令姑的课余小教室又来了。啊，根本应该有算过在潮汐啊，充当一日的导览员。对，就是今天的潮汐是现在在退潮，就是所以我们才看到藻礁露出来。但是你要看到那个艳艳紫色、红色的那个，其实不是藻礁，那是一般的海草。它要宽，该沙固当波有一些些的粉红色的，那个才是活着的藻礁，千年才形成现在这样一大片的尸体。就是在现在我们看到这些，其实是它那个我们脚踩上的地方是它的尸体。对啊，好吧，我你要下去做对吗？好吗？要爬用爬的哦。好，挑战一下，小心哦，小心哦。要扶你吗？不要。好，懂惊哦。你们鞋子有穿保护脚的鞋子哈？有。因为该会臭沙啦，里面它蛮利的啦，如果穿拖鞋其实蛮危险的。你睇看到的一般的海草啊，哈，反而会臭，唔算藻礁。那个看到该粉色的沙固当归鹅卵石上面有一个粉色的，有那个就是藻礁。但是它上面其实还是会有海草，因为这个原本都淹在水里面。啊，我说的天然洞穴就像是这种有没有？凶猛球腹蟹它就很喜欢躲在这个天然的避风港里面。那应该有个油啊，沙固拿起来看。哎，这个吗？这是小螃蟹，但它应该不是。哦。对，就是小可爱。对对，很多神奇海螺啊，要吃那个吗？修鸠雷。不要吧。它还在这。哦。哦，哇大鱼。哎，蛮漂亮的呢。对啊，这什么鱼啊？如鱼得水。是不是这样？够赚了哦。好。啊，今天这样玩会累吗？不会。对我很冷漠，好像不太好玩哦。好啦，还有差不多哦，哎，你还赚一耶。好。哎，不知不觉走蛮远的哦。嗯。好啦，我们往回走了。好。一样小心哦。